县议会那个陈牧师，认识吗？我对对对对，我看到你们有一起拍过照片。对对对，以前我们有在加东的时候，开拓的时候有跟他接触过。那时候他说还有一些宣教士跟他一起陪他，
弟兄姐妹，我们礼拜的时间已经开始，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即使是在线上的崇拜，也期待弟兄姐妹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请轻诵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请听圣经的话。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救助我，就把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疫情猖狂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大得平安。在线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一起来参与聚会。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无论在家中，无论在现场，无论在哪里，你的恩典跟祝福都仍然随着我们。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把今天早上的崇拜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它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主，你的大恩也恩待我们，引导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行。每一天都靠主你来得胜，你的话都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来唱心灵粮诗选第15首，荣耀你圣名。15首，荣耀你圣名。父神，我们爱你，我们敬拜赞美你，在全地上荣耀你圣名。在全地
谢主，在全地上荣耀主的圣名。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周报的封底，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着投影片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起应文。起应文在诗篇14篇。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4篇。诗篇的第14篇。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有白色的字是起的地方，黄色的字是应的地方，由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诗体上可以这样的呼应，所以我们一样由诗会全部来读。那请弟兄姐妹在家里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请大家来回应应的地方。诗篇14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灭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上帝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关心的这些的公众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各位能够来看到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的代祷意向，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国际间的需要，还有这些的我们在国家里面的各样的事项，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一些的国家还有地区来祷告，让我们在每一周为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主你的祝福就临到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主，我们为着海地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特别在之前他们的总统遇刺，主你也怜悯这块土地，让这个国家能够蒙恩，基督信仰能够进入到他们当中，能够改变他们的国家，能够使文化还有生活都能够得着这些的帮助跟改变。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北三教区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为着新竹布道所张惠美传道，还有他所带领的团队，
向你献上祷告，带领我们在北山区的教会能够更加的蒙恩，我们的新竹的教会能够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都能够健康。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政府首长跟行政官员来献上祷告，愿你给他们有智慧、聪明，能够来执政掌权。特别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愿你给我们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有聪明智慧，制定好的政策计划，来帮助我们的国家百姓。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来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在未来的世代当中，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都能够为主所使用，并且能够在将来的世代里面为你更加的得人。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跟军警人员来向你献上祷告。这些的工作人员，他们真是相当的辛苦，在第一线的当中来服侍。愿你恩待这些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让他们在工作当中都大得平安。他们所做的事工也都能够顺利，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助人的工作，也都能够使人得益处、得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课。旧约经课在撒母耳记下11章，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5节。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5节，翻到由思慧这边来念，或者是请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投影片上面的经文。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5节。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可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
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新约的经课，在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一样，我们在投影片上面也有，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念，或者是请听思会这边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3章14节到21节，今天的新约经课。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攻读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一样，我们在投影片上也有，或者是请大家能够来听思会这边来攻读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了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
阿门。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一文牧师能够来跟我们做分享。今天的题目是葛拉森的醒思。我们欢迎我们的一文牧师。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段好久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哈。从母亲节的主日过后，我们都在家里，在线上一起来敬拜。盼望8月份的时候能够恢复实体的敬拜，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主你所定的圣日，主你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敬拜。赐福带领以下的时间，求圣灵引领，求主将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赏赐给我们，好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记得5月份母亲节主日后，在5月12号的时候，有一则新闻的报道在台北有一个女性的接尸体的一个人员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新冠状病毒确诊死亡的遗体很多她载都载不完，而且马上要火化而且家属他们有些被接触，然后被匡列就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协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这是我那时候听到了新闻，我很难过心里面难过。那这一波新冠状病毒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现在还有变种的，可能还到明年我想这是世纪的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像病魔一样所以我愿意用今天格拉森的醒思刚才读了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5章1到20节，我们这里我们要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那看有2段的部分第一段耶稣医治的被鬼附的人那他第1节里面就讲到耶稣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的地方格拉森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大约56公里远的地方那大概从高雄市到台南的永康大概56公里那个地方但是这里说了第2节说，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这是格拉森的一个地方了来那如果你看圣经的地图就是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的地图里面格拉森它上面有2个地方，一个刚刚我讲的56公里外的陆地的格拉森，另外一个是在海边有个夸湖格拉森。我想耶稣就是在这样子就遇见了这个人那耶稣一下船就遇见了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并且说这个人一直在坟茔里面一直在坟茔里面污鬼来这里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的那时候那在这里在第2节里面就讲到，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手笔，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污鬼表达的是就是不洁净不洁净那并且说这个人一向这人居住的地方在坟茔里面那在民数记19章16节，我这边来读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
就要7天不洁净。记载摩西律法的规定，只要接触到坟墓或者去世的身体，就是不洁净都是不洁净。以这样的接触，就需要怎样隔离就像我们这些新冠状病毒来有确诊的接触的，我们都要隔离要隔离。好，接着从第3节到第5节这个地方，描述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异于其他常人之处那在第3节里面后半段这个地方就没有能够控制他，没有能够控制他没有人控制他，因为有铁链跟脚镣等物品都没有用，因为它力量非常的大，将这些要限制人行动的这些东西这些铁链跟脚镣都全部怎样弄断了。所以刚刚看这些描述都非常的让人惊骇，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很显然的这个被污鬼附着的已经非一般人的一个情况是典型的失序脱序的一个情况。然后第2点，他日夜都在坟地跟山野里面大喊大叫也因为这样就没有人敢走这条路。那很有意思的，耶稣真的很有意思的，耶稣就偏偏走这条路去遇见他去遇见他。好，第3个，他用石头砍自己可以想象他身上必有伤痕累累，这些伤痕会流出许多血来。那若是没有清洁干净，就会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人远远的闻到就会闪开那圣经时代里面面对这样的病人，尽量能够避开，免得受到伤害。但今天除了医病赶鬼之外但像这样的脱序的人，都要强制在精神病院里面隔离室里面，免得出来伤人。好，接下去我们看马可福音5章6到13节这个地方6到13节这个地方刚才经文也读过，我们就让它就过去好，到13节这个地方，那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远远看见耶稣，就赶紧跑过来跪在他面前拜他，并且对耶稣高声的喊着说在第7节里面讲到这节里面很重要，我们可以来看仔细来看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一点值得注意的不要小看第7节至高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也是天使对玛利亚传递的信息，说将因为圣灵怀孕而生耶稣时对他说的话在路加福音，我来读路加福音第1章31、32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也是耶稣询问门徒说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彼得所做的回答，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这边我来读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在第7节接着第二节的话第7节里面第2段的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的意思说耶稣不要管他原因是他自己已经当时被社会所遗弃的没有人敢接触他，也没有人会去关心他，甚至还会利用他遮住许多污秽的行为其中之一的就是养猪刚刚就耶稣不要管他养猪。好，猪
这是犹太人眼中不洁净的动物，是不可吃的家畜，特别在利未记11章7节这边讲到，好，我来读，利未记11章7节，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到绝，就以你们不洁净的。现在，这个葛拉森的城镇，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看见到，有多达2000头猪，显然很奇怪。对葛拉森城镇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一笔可观的一个财富，如果按照现在的时价来，如果了100台斤的猪，大约可卖到8000块台币，那2000只的猪就可以卖多少呢？就可以卖到1600万台币。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2000只猪在圣经时代不可能是一个人拥有的，因为圣经时代里面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型的养猪场，一般都是家庭式的，10只、20只，甚至最多不会超过30只，最多也不会超过50只吧，这样看来，2000只猪应该是葛拉森这个地区共有的财产。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已经无法确实知道这个葛拉森城镇是属于犹太人的居住的地方，或是外邦人的地区。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的人看见这被污鬼附着的，可能有过来帮助他，但无法接近他，也不知道怎样才使他安定下来。因此，当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已开始将他身上的污鬼驱除出去的时候，这个人，那或者比较正确的说，这一群污鬼，会大声的喊叫，他要耶稣不要理他，就是刚才讲的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叫耶稣不要理会他，让他再继续这样混下去，继续第7节，另外一面这个污鬼对耶稣说：“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当他要以上帝的名来恳求耶稣放过他们的时候，意思是希望耶稣松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的身份，看这些污鬼，他们还会攀关系，还会攀关系，他们以为只要说出上帝的名字来，就会让耶稣因此不驱离他们，这是大错特错，他们说的受苦，就是惩罚的意思，就是惩罚的意思。为什么说是惩罚呢？因为污鬼必须有寄居的一个地方，才能够生存。脱离他们离开，这个人他都必须再去找到另外可以寄居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这些污鬼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这样在向耶稣的表白了，他不愿意听从耶稣的话，他们也试着想要用上帝的名，以为这样就可以来抗拒耶稣，这是错误的。因此，耶稣在第9节，抗拒第9节耶稣随即问这些污鬼说：“你名叫什么？你名叫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句话正好表明了上帝儿子耶稣有能力、有权威来对这些污鬼下命令。而有趣的是，这些污鬼听到耶稣问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也乖乖的回答，也乖乖的回答，名叫什么？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意思。他们回答，正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挡耶稣的命令，耶稣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第10节会记载到这些污鬼一再的恳求，不要叫他们离开
那个地方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不洁净的猪。刚才讲到这个群字啊，这个群啊，这个词是当时罗马军队的编制有关，大概有一个军团那样多。罗马军团大概有6000个士兵，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个人有力量将铁链、脚镣给扯断啊，因此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后来这些污鬼知道无法抵挡驱离的力量的时候，他就换成另外一个方式，在第12节，就是要求耶稣让他们进入临近山坡地方正在吃东西的猪的身上。我们的困难是，为什么耶稣要答应这些污鬼的要求呢？这个人如果是犹太人，那么耶稣这样做是表明，洁净犹太人的社区，因为他们在进行一个不洁净的商业行为，这样说得过去。但是问题是，若格拉森是外邦人的社区，那么耶稣这样做，岂不是把格拉森所依靠的生活养猪业给摧毁了吗？这样是否公平呢？但是很奇怪的，后面的经文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做任何的赔偿。这是损失很大的一笔财富呢，台币就1600万台币那没有叫耶稣做任何的赔偿，是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他们的境界。也可以看出他们养猪业背后是否隐藏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而且这些利益庞大到损失这些可能还会补回来，这个利益非常的庞大。第13节，这些污鬼在耶稣的命令之下，就跑进了大约进了多达2000只猪的猪群里面，然后呢，这猪群受不了污鬼的搅扰，也冲到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圣经告诉我们，猪是不洁净的，而污鬼也代表着不洁净的力量。再来就是看见到海里，他们投在海里淹死了。这海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深渊跟无底洞。圣经一再用深渊代表着污鬼、撒旦这些邪恶力量寄生的地方，所以在启示录20章1到3节就有提到，天使将魔鬼撒旦捆绑起来，关进无底洞的坑的地方。深渊就是在启示录2章1到3节这里。我来读。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了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第3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得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了他。这是启示录20章1到3节。另外，创世纪1章第2节这边也有讲到。混乱、混沌、深渊、黑暗、水这些词用在一起，表示一切都很乱，没有秩序所以，创世纪1章第2节这边讲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后，平等这些乱源之后，才开始奇妙的创造。而后来，当他们期盼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不希望再有海这样的水出现了。在在启示录21章第1节，对，启示录21章第1节我来读。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所以有了这样了解之后，我们看出马可福音描述这个医治的神迹，就将乌鬼、猪群、海里等这3个排列在一起，将他们一口气的串联起来。其实作者很清楚的表达一个基本的概念，将乌鬼回去他应该居住的地方，不再出来扰乱人心、危害人的生活。就是他们投在海里淹死的，这海里面就是有无底洞，扔在无底洞里面，把无底洞关闭，用印封上，不要再出来伤害人。我新冠状病毒这些病魔是我应该这样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不要来扰乱全世界的人。求主来怜悯，来成全。好，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呢？是可数的金钱财富，或者是我们会肯定一个人的生命的修复是无价的呢？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刚才讲到的台湾行情，2000只的猪的价格，那1600万台币，折合美金50万美金，这些数目绝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这个被医治好的病人已经离开家一段时间了，因为他都在坟墓里面。当事人觉得很不干净，因此也不会有亲朋好友来接近他，只会离他更远。但耶稣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就放弃。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我们的主，能够到一些受伤的人的面前，主动的去。我想过去在我在牧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弱势的家庭的一些孩子，可能调皮捣蛋很乱但他们喜欢来到教会，那我们就接纳他，让这些孩子来到教会来，来到教会来，千万不要拒绝他们，以为会弄坏任何东西，不，这些也是主所喜悦的。其实也有在这里其实也有另外可能，就是耶稣听到有人跟他说这个人的事情，因而特地的带门徒到加利利对岸的格拉森地方来看他，为的是要医治他，医治他。好，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毛病就是用数字来先等一下数字来衡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孩子升学需要用数字来衡量，我们看一个人的优秀也用数字来做准则比如说他工作的报酬有多少，婚姻上也用嫁妆、聘金等来衡量。因此看到一个高官富商家庭办婚事，媒体出现的报道这些方面，但媒体工作的时候很少在讨论报道这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对社会的健康是否有正面的帮助那么今天愿意来介绍有一个叫澎湖阿嬷的故事她就是白宝珠宣教士她在1952年11月从美国到香港，11月7号来到台湾。她受过护理的专业的训练，在台北的新庄乐生园跟八里乡的乐山园疗养院来服务。在那段时间发现了许多病患来自澎湖，因此在1955年的时候，春天她就到澎湖开始长达53年之久为麻风病患服务的医疗工作。今天澎湖人不会再因为有患麻风而惊恐跟不安，其实跟白宣教士在那里的服务奉献一生的生命有关系，长达53年，这可不是一段短短的时间，却是因为却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使白宣教士发现最需要他帮忙的，既然是患麻风病最严重的地区澎湖。他用生命跟这些病人相处在一起，用上帝赏赐给他丰盛的爱，
分享了基督耶稣的救恩给澎湖人。这种爱已经不是用金钱数字的问题，而是无价的生命。所以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身边有多少财物，而在于我们怎样用爱来看待每一个生命。而生命并没有贫贱富贵之别。第二段人害怕求耶稣离开就是马可福音14章第5章14到20节这里我想经文大家读过了，我们就过去来，这段经文说到了这个被鬼附着的，因为耶稣从他身上将这一群污鬼驱逐出去之后，就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样式，以及大家看到、听到之后的一个反应。这里没有说到放猪的人是多少，但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复数的名词表示很多人，他们分别跑到去告诉他们的主人，向他们主人报告，因为实在是太多的猪损失，这是未曾听过的。看过的神迹，怎么可能发生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回事呢？就像那马可福音第4章41节记载的，门徒对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海的反应我来读4章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是门徒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一群猪的主人也在问：耶稣到底是谁？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可以控制这污鬼附身的人？于是他们都跑出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了解耶稣是何方的神圣但他们出来之后，第一个进入他眼帘的就是这个被医好的人，他坐着了不会到处乱跑大喊大叫了，穿上衣服了，不会脱光了衣服打字，用石头打自己心里明白过来了，很正常的。这几乎跟他们过去所认识的完全不同，他们无法相信出现眼前的这个真实的景象，然后他们的感觉是他们就害怕。有一个王武东牧师在他那写回忆录里面描述他父亲信耶稣的过程。他说有一个名叫李拐的土匪土匪李拐，自从信了耶稣之后，行为态度完全改变。过去是抢劫商家，勒索商家，被改变了，转变为卖水果，种水果树，自己赚钱生活，并且还还钱给过去所勒索的商家。就是因为这个土匪李拐的一个大的改变才让黄牧师的一个父亲决定去教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黄牧师的父亲去教会看了之后，就决定信耶稣了。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如果有人第一次来，未信的人第一次来，现在的教会能让人马上能够来信耶稣吗？会有的啦，但是就求神来成全求神来成全。格拉森的地区这些居民也是出来看个究竟。他们一看到那个从前被群鬼附着的人完全改变之后，他们并不是因此而信耶稣，而是害怕，而且央求众人央求耶稣离开他的境界其实这是很讽刺的事情但是人的心就格拉森人的心就是这样。格拉森地区的人既然要求耶稣离开那耶稣就
就带着门徒离开那个地方，反倒那个曾经被污鬼附身的人来向耶稣恳求，希望耶稣跟他一起，希望耶稣让他跟着一起去传福音。这个情况，就像那位摩大拉的玛利亚一样，也因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鬼，而决定跟随耶稣，并且跟其他的妇女用所有的力量、全力支持耶稣和门徒传福音的圣工。所以路加福音8章2节，我来读。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去。但在这里面，耶稣并没有接受这一个被群鬼所附身的人这个人来跟随他，他要这个人回去，留在自己的家乡，将上帝在他身上所施行的恩典见证出来。这个人接受了耶稣的意见，果真这样做，使得更多人得着帮助。那圣经里面讲说，在迪加波利就是更大的地区，整个地区让人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这段的格拉森这段的经文里面，若是发现基督教的福音会造成我们的财富损失，我们是否要继续信这个福音，或是会放弃这个福音呢？这是一个现实实际的问题。特别在这新冠状病毒，如果你碰上了这样的你的生活上很大的问题的时候，虽然格拉森地区的人并不一定是犹太人，对猪只并没有所谓的洁净不洁净的禁忌，但他们发现，因为耶稣在他们那里短短的时间里面，虽然使一个被污鬼附身严重的病人获得医治，却因此造成他们极大的财富的损失。他们决定不要耶稣留在他们当中，并且要求他离开他们。格拉森人民所要的，格拉地区人民所要的，就是拥有财富，胜过他们亲眼看到的生命医治和改变。甚至这些财富庞大到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他们要的是这个。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用来深思的信仰的功课。若是因为相信耶稣的福音，结果导致我们的财富带来损失，我们会做什么选择呢？不要以为格拉森地区离我们很遥远，不，这个地区就在我们生命的四周，甚至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个会友告诉他的牧师，他在一间教学医院很大间的工作，院长对他施压，希望他用价钱更高的药品给病人。院长的意思是说，用高价值的药品，健保也有给付，可以让医院赚更多的钱。但这位医生会友说，台湾制造的药品很便宜，虽然医院少赚了许多药价，但发现进口跟台湾制造的药品几乎成分完全相同，药效也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坚持用台湾制造的药品，但院长却坚持要用进口的，因为这样他就跟院长就吵起来了。他认为自己的信仰良知让他实在做不下去这种只知道赚钱。他甚至很感慨，医院常常拿病患的数字在竞争，而他的院长希望能够赚更多来取悦上面的人。所以这个医生会友跟牧师提到这个事情，心里有很多的挣扎。原因是信仰让他必须坚持，
但也造成他在工作职场上的压力。所以他问牧师：“你看，我该坚持呢，或是妥协换药呢？”曾经有一位荷兰籍的内地的宣教士叫林迪珍姐妹啊，她来介绍她开拓关心的性工作者的事工。她提到了一件事情，有一位50多岁的工作者，性工作者，请阿珍宣教师为他祷告，因为当天他一定要接5个客人，才能够还已经迫在眉睫的债务。我们都很想问阿珍宣教师，那时候他要怎样祷告？是祈求上帝赐福呢，还是祈求上帝从天上赐下5个人的性交易的钱给他呢？给那些欠债而心急的要还款的妇人呢？不过，阿珍宣教士并没有告诉他们怎样祷告。但是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他遇到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用来反省的信仰课题。当我们知道有些钱赚了会违背我们的信仰，我们还要吗？这岂不是耶稣在教导中所说的，在马太福音6章24节所说的？我来读：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好，耶稣的这句话一直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讲究经济发展、累积财富的社会里面，身为基督的信徒，应该时刻警惕的话语。记得在10多年前这次的新冠状病毒让我想到10多年前有一个 SARS 的病毒那时候我在牧会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我听到她就染煞了，被隔离了要治疗了，一个徐姐妹那我就赶紧试看看打手机扫局给她，结果她接到了，她接到之后她说她非常的沮丧，她觉得病情不乐观，甚至要请我请牧师为她办告别礼拜。我一听，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到那样糟的情况我就劝他，我们要有信心靠着上帝的接受治疗上帝不会撇弃你，不会丢弃你的牧师，我为他祷告，我在电话里面就为他祷告后来感谢主，他得医治而出院，而且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圣经里面这个污鬼以及世界上这么猖狂的、这么严重的新冠状病毒的这些病魔造成我们生命和财务的损失。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上帝的基督徒。不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要实实在在的，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主相信他必定会保守看顾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坚定相信
我们就唱一节哈，一节。有时黑影来遮眼，眼无影必见路；有时黑影遮目影，白昼君已是目。当记得我们天父，他慈爱的看顾，他仁爱他的儿女，皆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记住神能爱你，他垂听祷告。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啊，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记住，神仍然爱你，他垂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不管在教会，在自己的家庭直播，我们都到主你面前来。这是主你所圣的圣日，你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主啊，我们看见到这从去年到现在，主啊，新冠状病毒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台湾地区也一样。主啊，我们真是难过啊！求主来怜悯，因着主您的大爱，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正遭受到很多财务的一个损失，但我们仰望主，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扶持我们，保守带领我们紧紧的跟随主。从经文里面看见到格拉森地区的人，那一群猪的损失，有1600万的一个台币的一个损失，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宁愿要这些财物，也不想要主您的医治的大能的彰显的改变在当中。主啊，我们真是向主来恳求，保守带领我们所信靠的主是创造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坚定的相信主，保守带领我们生活当中经历主你奇妙的恩典，靠主得力得胜，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义文牧师的分享，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到金钱与恢复跟医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可福音5章19节。马可福音5章19节，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也有。马可福音5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这一段的金句。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章19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对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章19节。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224首，充满我。224首，我们来唱224首。我们来唱充满我，愿圣灵来充满我们。荣耀何等福气，真理生灵在我心，见证救主启示真理，光照我为灵指引，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到空家，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主所在，我正是生命，圣灵是把魂，借我脱离罪，律下至脱离死亡的压迫，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到空家，我获夺，愿主圣灵充满我。如昆路切木溪水深渊，圣灵借我渴，使我尝到丰满滋味，流出活水的江河，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到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我自己被致死的，使我充满主圣灵，愿我全人归主管理，使我变成主荣幸，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到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奉献，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按照我们周报上给大家的奉献资讯，或者是我们在聚会结束后投影片上面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些的转账，或者是在这当中怎么样去来执行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在周间的时候也能够来如果我们有奉献的话，也可以带到办公室来交予我们的干事来做处理。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手中有赚取货财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赚取的金钱能够为你所使用，并且能够用在主你喜悦的地方，使我们能够所行所事都照你的心意而行，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祝福你的教会能够有够用的恩典，
能够来帮助在需要当中或是在患难当中的这些的百姓。愿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向主献呈。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事工跟各样的事项，让我们能够常常为教会来关心跟祷告。那我们在线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所以请大家在聚会后，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来问候或问安，用这个赖的讯息，或者是用电话，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来彼此的问候。那特别我们在下一周虽然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些的稍微的降级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事项要请大家来关心。那我们请大家来看到我们的教会消息的内容我们在现到今天我们还是在3级的警戒，到7月26号，也是到礼拜一。那礼拜二以后我们就配合政府的降级到这个2级的状态。那但是因为教会聚会室内不能够超过50个人，所以我们执事会的决定还有教会的安排，就是期待我们在8月9号以后能够来按照这个政府单位的公告，然后再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解除的状态。那所以目前我们到8月9号以前都还是在采用线上的聚会。那小组的聚会一样也是在线上来做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聚会。那请弟兄姐妹就按照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公告，或者是政府的通知，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周间的这个我们的制服学院的这个课程请也按照这个制服学院的规定室内勿超过50个人以上的这样的规定，请大家来遵守。那感谢主，今天义文牧师来这边跟我们做分享，愿上帝来祝福他的家庭、工作、生活一切蒙恩。那我们第4项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做一点通知。那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一样暂时忍耐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耐心跟等候。我们期待上帝在8月9号以后，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在实体的聚会上。所以请大家能够珍惜跟保守这个得来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完全的解封之后，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这样的服事跟侍奉。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每日灵修的内容。那到7月底的时候，我们的每日灵修也将告一个段落，所以请弟兄姐妹也把握每一天能够来收看这个每日灵粮的内容。那我们的暑期的夏令营，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执行，所以请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请关心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让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在暑假的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在家里面的学习，还有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功课能够来学习。那我们也请大家来这样的注意我们的这个制服学院的这个内容，因为有一些的分班有一些的班级还没有上完课，那所以请按照我们的社区干事所通知的我们的班主任所通知的这样的内容，那请各班能够按照时间来完成这些的课程。那新约导论在下学期即将要开课那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愿意来学习这个圣经课程，愿意来参加神学院的延伸课程的，那请来尽速来报名。
在9月12号以前，请完成这个缴费跟这样的报名的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到8月份，我们的这个读经计划，我们已经推动到第2个阶段。那请弟兄姐妹仍然持续每一天的读经的进度跟计划。那我们在期待今年我们如果解封之后，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的聚会，我们不单是在质的增长，我们也期待在量上面能够增长。愿上帝给我们有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教会的人数增长，还有我们的值的增长来祷告。8月8号父亲节的见证分享，我们有几位弟兄这里有提到几位弟兄，那我们请为他们来祷告，他们将要来做见证的分享，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并且为他们能够勇敢的来做见证来祷告。那也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的这些父亲们无论他们是在哪一个年龄层跟阶段，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领受都能够帮助到许多的弟兄们，让我们在带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同时体会上帝的恩典。那另外要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今年的父亲节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做一个比较大型的这样的庆祝。那我们也在执事会也决定了，就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金钱，我们就奉献在一些有需要的这个机构跟单位里。那目前我们是准备针对的是恒春基督教医院来为他们做奉献，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关心父亲节。虽然我们没有实体上有礼物，因为也不方便，但是我们期待能够用这样的金钱能够来帮助到这个需要的医疗单位或是偏乡的一些的地方。特别我们今天看到义文牧师还有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地区或是宣教士他们的奉献跟努力，那我们也期待能够来帮助到一些的医院或者是偏乡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让他们也能够得帮助。那我们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信友代祷的意向，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来为这些事项来祷告。那肢体消息的部分就请大家自行的参阅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必须要照顾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请大家来关心。那我们不报告他们的名字在这个公开的地方，那请弟兄姐妹就为他们来关心跟祷告，因为有各自的问题，所以我们请大家来为他们来关心。那下周的主日，我们8月1号我们一样是8月份的这样的就是有我们的圣餐礼。那8月1号的圣餐礼，我们一样是按照线上的圣餐的方式，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家庭里面也预备这个葡萄汁跟饼或是这个吐司面包，那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上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个圣餐的礼拜。那奉献的征询的部分也请大家自行来参与。那刚刚有提到了，如果有奉献的话，也请这个按照这个我们的规定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或者是周间因为现在已经有降级跟放宽，也欢迎周间能够实体的来拿到办公室，来请我们的干事来协助做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好，那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来唱3-1颂，预备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蒙恩。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工作场所，或是在实体的教会里面，或是在任何地方，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使我们在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会后可以彼此用电话或是讯息来彼此问安交通。也请大家来注意我们的奉献的事项，在投影片上面会给大家做样的通知。